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冠老师。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有氧运动时间呢，准备好了吗？手放起来，准备跟着我一起来运动哦。踏并，右边、左边，肩膀放轻松，双手自然的摆动。踢着准备，双手叉腰，踏点往右，往左，右脚大开，很好。单手加进来，左手、右手往前推。有听到吗？继续做。听一掌，双手，手骨打开，掌心推向斜前方。很好，踢着开始，右手。双手，休息，扭腰，双手勾起来。握拳，力量全部都手臂，左边做4次。右边4次，左边4次，右边4次，左边4个。第一个单手，第二个双手。手骨打开，要记得哦，推时间吐气。第3个握拳，右边连续4个，左边连续4个，右边4个。左边4个，左 V 字步进来，前进后退，好，脚骨没问题，加上双手，右手左手，中间2次。右，中间夹，开，踢着准劈，踏点单手。
双手推，握拳，右边连续4个，左边4个 ，V 字步进来，开夹，开夹。 右边2次踏并，左边行量扑，右片行量扑，双手握拳提起来，掉口坐下来，冲螃蟹走路，行量半。 披萨，踏点，左手，右手，双手推，握拳，力量在你的手臂，右边连续4次，往左。 V 字步，开，收，吸气，吐气，还有2拜，右边蹲2次，左蹲，非常好。 原地踏并，双手右左右左，加快速度，右边3次，左边3次，继续。You can do more， 加油！4、3。 2，披萨，单手，双手推，双手勾，右边勾4次，左边。 V 字步进来，开，收，右边蹲2次，左蹲2次，踏并，双手加快，右左，引一闪，引一闪，很好，加油，锻炼你的手臂。扭腰，调整你的呼吸。 第1个，左手加右手，双手推的时候吐气，双手勾，右边勾4个，左边勾4个。 V 字步进来，开，收，再2次，右蹲，左蹲，
非常好。还有一半，踏壁双手加快，硬一闪，硬一闪，摆动你的手臂。第一个开始，单手、左手、右手、双手握拳勾。右边勾4个，左边勾4个。V 字步，开、收。右蹲加左蹲，手肘会上下。非常好，加油，加油！踏并双手加快，硬一闪，力量在手臂，消除你爱蝴蝶袖，继续锻炼蝴蝶袖。非常好，加油！跟蝴蝶袖说拜拜，不要有蝴蝶袖，我不要蝴蝶袖。踏壁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最后2次，调整你的呼吸，最后1次。今晡日的有氧运动是多聊天的什么太极噶，谢谢，拜拜，记得当要运动哦。